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2号第41点台语新闻。新闻上先来关心风台消息咯。今年第11号风台白露昨已经形成咯，上紧的明仔下早就会发布风台警报，而各个路径呢拢差不多显示讲会直接按台湾来。详细情形，咱来听气象局安怎讲。是好。今年第11号轻度台风白露呢，目前是位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约112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逐渐的接近到台湾附近。那目前的资料看起来呢，主要是在明天的晚上之后呢，会接近到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巴士海峡这一带。那这个台风呢，它其实侵袭台湾的几率是还蛮偏高的。那以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在周六的这一天对我们影响是最为的明显。那这个时候呢，全台各地都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的降雨会相当的显著，不排除各地是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在周日的这一天呢，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渐趋缓和。不过中南部地区呢，在外围环流还有云系持续的影响之下，还是有一些间歇的降雨会容易发生。那台风大概会在哪里登陆？然后预计发布海陆警的时间？好，那这个台风呢，会在周六之后呢，逐渐接近到台湾附近。以周日的不好意思，好，再这个台风会在周五的晚间之后逐渐接近到台湾附近。周六这一天对我们的影响是最为的明显的。那以这个目前的路径的预估来看的话呢，在周六的这一天对我们影响最显著，所以说我们明天的可能会在上半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的部分呢，是也不排除有发布的几率。那如果说有发布的话，主要是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我想问，现在的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强，是不是路径持续难修？那之后如果真的一直往南偏，会不会中心从巴士海峡通过？对，因为这样子的路径其实也是不排除的，所以说呢，在周六的晚上之后，台风逐渐接近到台湾东半部跟巴士海峡这一带，未来的路径上还是有它的不确定性。所以说，以目前的我们所预报的这个路径，以及它就是70%的中心通过的半径来讲的话，这个范围其实是涵盖到整个台湾一直到巴士海峡这一带的，所以也请大家要持续观察，就是气象局会持续观察。什么时候路线会比较明朗？就是当时间越近的时候，可以看到资料，当然就会越详细。那我们发布的资料状况也是会比较详细一些，所以说当时间越近的时候，这样子的预报的资讯会更加的充足。因为知道这一次这个台风侵袭台湾，几率算蛮高的，它有增强的可能吗？这个台风的话，目前的结构是有在逐渐的转好，不过呢，它接近我们的强度上来讲的话呢，大致还是以轻度台风的强度为主。登陆的环流是很大，这个要特别是目前的话，这个台风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100公里左右。那刚才也有提到，它目前呢所处的环境还是稍微有利于它的发展，所以说它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有稍微在增强的趋势。那在接近台湾附近，大概是在周六这一天呢，就是在我们近海的时候，强度大概是达到最强，大概是还是一个轻度台风上限的等级。那在它的暴风半径上的话，也稍微的增大，大概会来到150公里左右。那目前雨看起来周五就会开始下吗？还是说礼拜六才会开始降雨的热区跟时区大概帮我们讲一下？好，那在降雨方面的话呢，明天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我们东半部地区会逐渐开始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因此呢会逐渐出现间歇的阵雨发生。那不过西半部地区主要还是一个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那周六的这一天呢，由于这个台风它其实移动的速度不算慢哦，所以说它周六的这一天呢就会对台湾影响是最为的显著。那当周六的时候呢，其实各地呢都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尤其呢就是在东半部以及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最为的显著。我们预估降雨的等级呢是有机会来到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周日的话，随着台风的逐渐远离，那这样子整体的降雨就会比较明显的趋缓。不过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间歇的阵雨发生。那不过中南部地区的话是在台风它的远离的过程当中，其实水汽上还是比较偏多，再加上有西南风的影响，因此在中南部地区的降雨上呢，还是容易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
所以对这一次以降雨来说，可能对中南部的影响会最为显著吗？中南部地区的话，大致上来讲，它的降雨时间是比较偏长的。刚才有提到，就是周六这一天的影响最明显。那周日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外围的云系持续在影响当中。那不过就是东半部的话，其实就是离台风它是逐渐的接近到台湾，从东边接近到台湾附近嘛。因此呢，东半部其实在周六这一天的降雨强度也是会蛮明显的。所以说我们这样子的预估状况的话，整体来讲，周六周日这2天加起来，我们东半部跟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蛮显著的。好，这是有关风台上新的动向。另外，在其他消息方面哦，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办公室、台北市政府甲王金平办公室21号暗时真罕日的前后来发表声明，3个人将会参加到823炮战61周年音乐响应。歌过王革命，敢是毋是有消息啦呢？下载呢，郭文婷也针对着相关的议题来接受访问，来听伊安怎讲。其实我刚才在看那个《镜周刊》跟《自由时报》一些报道，我想我都觉得，其实这蛮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第一点哦，823炮战，这还是过去50年台海最重要的战役，然后因为这场战役有打赢，你知道哈，让台湾可以维持稳定到今天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你知道哈。那我们就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那兵役局有发请帖给人家，那人家来参加，当然是表示乐观其成的，就这样。但是因为韩国瑜的最大票仓其实就是所谓的铁杆蓝，你们第一次同框就选择这样的一个算是老兵的一个现场，也是希望能够从铁杆蓝的票仓做出发吗？老实讲，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啊。对我来讲，就是反正我们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固定在办活动啊。这个公园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是那个。我记得这公园是当年那国民党的议员立耿桂芳来跟我建议的，他还跟我抱怨说，以前那马好市长他怎么讲都不愿意做。后来我们就去从公园处去找，说，有哪一个公园可以变成823那个炮战纪念公园？后来找到这个地方。那你们结束之后可是活动每年都有，但是过去好像没有邀。当天3个人会先私下谈吗？那人那么多，谈什么？那个大概就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纪念活动。我看好像只有一个简单的音乐会吧。那结束之后呢？结束3个人会碰面吗？我看我后面还都有排行程啊，也没有了。这活动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是第一次邀这2个人，是已经有达成共识了吗？坦白讲我们有时候请帖发给大家。按人家来，我觉得蛮自然的，顺其自然就好了。市长，当天蔡英文总统刚好在金门，这是一个有点像 PK 的感觉吗？我不晓得，我说没有啦，我们也不知道蔡英文的行程呢，你再问我没办法回答。而且那个刚好距离圆山饭店是最近，成功吗？3个人同框可以解读成结盟成功吗？其实我倒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我倒觉得台湾社会有一个需要，但是是不是我们如果去符合那个台湾社会的需要，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这样的纯粹从选战技术的考量，你知道，一般来讲单一选区，你知道，只有第1名跟第2名，第3名很快就边缘化。可是，在过去这半年多，很明显就是那个。可能因为讨厌蓝、讨厌绿，还是有一大块的，所以那个所谓那个第3组，它那个空间是存在，所以台湾社会有这个需要 ，OK，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不过这样一个社会有那个需要，可是你能不能去符合那个需要？这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思考，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组合，你能不能创造一个组合是可以符合那个社会的需要，而且是可以变成个社会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能够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那个需要，台湾社会的需要，我们是看得出来。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他的期望，达到他的要求？这是也许在未来的时间，我们自己还要再思考看看，还是要去努力的。那个地方其实是距离圆山饭店是就在下面那是不是有要跟民进党相较劲的意味？这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因为民进党的创党是在圆山饭店。上一次凶罪。上一次原本要同台，却因为消息走漏而破局。那这一次由郭办这边来发出声明，是不是郭董有一种要拿回主导权这种意味？其实对我来讲，我是顺其自然的，我不什么意见。反正
还是一样嘛，就是说，台湾社会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能够去创造一个符合需要的组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2个礼拜之内有可能会谈到哪些合作？我也不晓得。市长是要赶在9月前有个结论吗？还是那4个字啊，顺其自然呢，自然得后。除了8月1号之外，你跟郭台铭是不是其实还有其他私下有见面过？这个为什么要跟你讲？所以是有，又是在跟一起分享。这个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讲呢？这个没有啦，外国这什么时代的，这个有会试探都可以，还有什么见面？那会试探。所以有用的等一下，所以你们是视讯是不是？你们是大内容讲了什么？没有啦，这个一样嘛，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嘛，这个不要随便去外共拿哦，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拿出来讲嘛。那你怎么看韩国瑜今天抛出的第一个政见是要重启核四？这个实在是外共哦，我不晓得，我倒讲核四是一个很头痛的题目。不过他讲那个说什么，他说2个条件，什么人民同意还是什么，还有安全，废话不。所以你认为侯友宜讲说，你认为侯友宜讲说核四是个假议题，你也认同这个说法？老实讲哦，其实核四真的是一笔烂账，你知道。现在如果说核四确定不盖了，那过去投资到3000亿怎么办呢？这个我看台电马上就破产了。你说要继续盖，讲比较简单的，这个到底要怎么做？老实讲哦，核四真的会变成台湾历史上一个就是，所以我每次在演讲说有没有比贪污更严重的事？有啊，决策错误啊，就是说核四让7搞8搞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坦白讲哦，核四要盖很困难我也知道，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也没有人敢出来说好停掉不盖了。他只要一宣布，那过去投资那3000亿就马上要结账，你知道这个不得了，这3000亿结账，我台电大概就破产了。这一次你会怎么做？我倒是讲这个是这样的，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答案的嘛。这个是蛮难的题目。那你问我的话，我有时候想说算了，就认赔杀出吧。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走向共同的未来。你曾经说要在这个场地说要走向共同未来，这是宣示3个人要走向共同未来吗？我那再搞穿凿附会啊你。上月之前他说只是疑虑而已。没有啦，外公哦，这个时代不用什么追踪器了，这 SNG 要追的，我走到哪里，外公哦。我们现在这个手机这么发达，你知道吗？除非你要易容不然马上我们走在马路上，马上就被人家一拍，然后就上传了。所以哪里需要追踪器？所以有时候后来为什么我们要公开透明？你知道？后来想想，反正你不公开透明也是每个人都知道你去哪里。说算了，干脆公开透明好了。上你今天市长那个酒店的问题会不会被担心被批评说查气不力？另外，社会事要来关心的是，有一个骑机车的人经过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的时阵因为点仔加路无平，坎坎坷坷，互伊煞闪袂赴，直接摔倒。事后伊定身登去现场，想要翕相留证据的时阵发现讲毋若干那伊这个人有这个状况尔。台北市公务局就表示讲，这个位置拄好是公车停车的所在，因为公车呢较重，一直甲伊交过去，才会互来变形。原本就拍算讲这个修路，进前呢选去拄着风台才延误工程。若是骑机车的人要申请国家赔偿，公务局嘛会协助处理。乌多摆骑伫中山北路，雄一个袂稳，直接刹车，骑乌多摆人搁一拖到趴骨落链才停。安尼一刹，毋若车歹去，骑乌多摆人双手嘛拢挫伤，肩胛头甲下骸嘛受伤，刹歹去的手机修理费就要2万块。互即个骑乌多摆人去现场翕相做证据，想袂到竟然拄着另外一台乌多摆，嘛伫同一个所在来刹车，互伊甲代志铺上网络，要来甲台北市政府讨一个公道。实际来到中山北路5段，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生车祸，往前滑行数公尺。原来互乌多摆刹车的原因，就是这条路无平，这条路的倒边较低，正边较悬，两边相差有6公分。无平的所在，拄好是公车停的所在，因为长期的重量无平均，才会互这条路变甲这么无平。平常就是还是尽量车速第一个放慢然后就下雨天看到那种坑洞就尽量闪避。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嘛表示，这个无平的所在原本就拍算要来修补，但是真无拄好拄着2支风台，才来耽误。
预计大概是8月15号左右到8月20号之间嘛。那刚好它发生时间就是在8月13号和8月14号这样，就是很不巧。伫咧还未修补进前，骑乌多摆的人若是要经过这个路段，就爱较细腻咧，才袂来发生同款塞车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看的是阮的独家新闻。苗栗县18乡镇市拢总有35座绿桥，大部分的拢是设置伫学校的4khu野。不过，即马面临老龄化加减租化的问题哦，绿桥的使用率嘛降低，所变做是治安的死角。老大人上脚因为无方便，无法度爬楼梯，又搁因为讲这公路总局规定讲，若是有绿桥，就无法度来画人伫咧行这过车路线。致使着老大人必须爱冒险攀过大路，也互这个车祸发生率是愈来愈高。快点啊！那个财政要做麻烦，请求国家车支援。救护车赶到现场，一个欧巴桑皇帝伫轿车下骹，规个人趴伫路的，强要唔知影人。救护人员真无简单，才甲查某人救出来，赶紧送去病院。啊，家弄到的查某驾驶讲，家己是看驶过来的，无看到有人咧过车路。他是小跑步这样过马路，然后绿灯我转了。年纪比较大的人爬这个路比较不方便啊。原来这个车祸唔那是因为驾驶无注意路的状况，欧巴桑无惊天桥直接过车路，嘛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不过苗栗县议员讲，有接到真侪老大人反映讲，年岁大脚袂自力，根本就无才调行天桥，啊路的佫无画过车路线，大概过车路拢心惊胆吓。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就会对啊，把它弄掉的话，老人家过很痛。他们根本就爬不上去，那变成我们希望说能够画设这个斑马线红绿灯，这个包括这个秒数的灯数，让它延长一点。全苗栗县拢总有35座天桥，大部分拢伫咧学校的边仔，因为囡仔愈来愈少，行的人嘛变少。县议员要要求加画过车路线，互老大人行。不过公路总局煞坚持要按照规定，天桥甲过车路线间内当有一种，安尼根本就是无咧顾老大人的安全。车祸的意外未来可能也是会发生。县政府的法规对袂着时代，应该爱改进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出来去花莲县倒溪乡去年发现到这男案细只鱼了后，顶个月底又有民众去看到乌鱼伫街仔路乱扫。花莲林管处当时就有装翕相机要来监测观察到乌鱼的状况。而7月底也曾经去翕到讲细只鱼好亲像是有皮肤病，不过呢，伫20号透早5台监视的翕相技术完全拢放进去，怀疑讲是去互人甲翕相机炸走的。警方即马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要来调查。马路上常常出现一只乌噜噜、圆滚滚的台湾细只乌鱼，敢若想要过马路，但是看到有车要过，赶紧退转去路边，走入去草仔埔，看起来是真古锥。花莲县去年发现南安细只鱼了后，顶个月阁有民众看到乌鱼伫踅大街。花莲的林管处当时伫咧附近有来装红外线的自动摄影机来监测。嘛有请巡守队咧加强巡视，但是最近发现这只细只鱼敢若有皮肤病。19号搁来加装翕相机，要来观察细只鱼的状况。想袂到20号早起，动物医生特别来到现场，竟然发现2台翕相机拢总无去，手顶嘛有红记归款，赶紧来报案。装设在瓦拉米步道的2台相机遭窃，那两者的距离为一个车辆的距离那另外林务局工作人员亦称在附近装设的3台相机也不见。台湾乌鱼保育协会怀疑是有心的人无管警告来把翕相机摕走，嘛烦恼安尼会来耽误细只鱼治疗的时间。大概就设备的部分1万多块钱，那3台有3万多我们的监测资料还是都有收回啦。翕相机从偷摕去的所在是伫咧山区，平常时一般的人根本就袂来。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咧调查，要来找出这个贼仔，嘛希望莫阁有这款的情形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保局讲，规个故事的大师司马中原已经86岁，去年伊的太太过身去。不过，这半年的时间，即马所传出讲，伊和一个比伊较少32岁、已经结婚生蛋的查某人带去厝内底，两个人唔若爱卖，佮带做伙，佮做伙要找这卖厝的中人，有意思要甲伊
过身的太太拍拼来这文山区上一个别种甲卖掉。数码中原伊的6个后生查某囝就真烦恼，讲伊这爸爸已经遮尔济岁了，是毋是会去互人骗去？毋过呢，这数码中原伊本人是强调讲，带入去厝内底这个姓陈的查某人，敢若是伊的好朋友尔，两个人完全拢无暧昧关系。对方敢若看伊身体无好，想要斗相共来甲伊做秘书，要来帮伊做一寡里里扣扣代志安尼尔。西洋人怕鬼，中国人也怕鬼。国宝级几啊个大师数码中原伫电视节目内底，即句有名的大师，大家拢有听过。伊今年85岁啊，即马煞互周刊表讲，伊互一个减伊32岁查某人带入去引导，非常干干净净的。他是我的房客，还付房租给我。数码中原的某去年过身，才过半年尔，这个已经结婚的54岁姓陈的查某人，就带入去数码中原，甲因某做伙拍拼买落来文山区的厝内底，两个人感情真好，互事实足烦恼的。人家什么都不贪图你，他是用报恩的心情来对待我。数码中原强调，两个人敢若是熟识真侪年的老朋友。这个陈小姐6月带入去因兜，逐个月拢会纳3500块厝税，佮替伊整理厝内，带伊四界佚佗。两个人无男女的感情，对方敢若是伊私人的秘书。数码中原的事实怀疑，这个陈小姐根本就是咧孝想爸爸的财产。没有我老妈管的，旁边又出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位女性出来，所以我们家族之间会更提高警惕啦。数码中原的事实发现，这个主动找来的陈小姐已经结婚啊。我婆问讲，烦恼是翁仔某做回来设局，未来可能会告爸爸通奸、威胁讨钱，甲爸爸的产业转过去因的名。怀疑查某人雄雄来接近拄死某的国宝级的几啊个大师，可能是另外有拍算的记者综合报道。在其他消息方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若是有机会互伊当选总统，伊一定要定心来启用护士。不过呢，马上就去互这个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给闹开，讲无护安就无护电。目前护士呢是一个假议题，被指伊讲是伫咧呢甲韩国瑜来闹开哦。今仔日呢，这侯友宜也出席市政的行程，伊就利用伫台顶致辞的机会，再度来讲到这个护士的问题。不反对核电。但是一定要在安全无虞底下，又有能力处理核废料，我们才有资格来用核电。没有核安，没有核电，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你怎么样让环境永续生存呢？这就是我说的。我们面对实际问题，当你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请记得告诉民众，谁来确保安全，谁来负责营运，我们又要浪费多少钱？然后呢，我们的防灾救灾的能力在哪里？你来告诉民众，我们都可以确保可以做到。就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这些都没有做到，谈这个议题，就像侯友宜说的，那是一个假议题。另外，一运板南线又搁出问题哦，通勤时间传出讲系统无正常，乘客呢是甲这月台是客甲目睭睭，人拢踢伫捷运站，或者个上班族拢讲哦，这画面好亲像是跨年共款。初步了解呢，这港珠翠站往南港展览馆站方向8点07分的时阵呢，这铁轨路的信号出现无正常的现象，已经伫8点47分排除问题。政府人员赶紧来公布，表示讲这班次调整当中，请民众要有耐心来等待。而关于讲这铁轨路信号有无正常这原因呢，也佫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下面是一个现场消息咯，警方伫12号时阵透早，伫新北市南口来查缉到一个毒品案件的时阵咯，想袂到呢，煞甲这无辜的民众当作是毒贩，当家来查车，也佫开枪。当事人下早也出面来控诉警方。详细情形，咱们交予记者林碧荣。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刑事局几天前在追查一起毒品案件，没想到却把无辜民众当成毒贩，在大街上直接拦车，还把民众拉下车来压制上铐。今天当事民众也出面还原当天的情况，带您听听他们怎么说。想说他快撞到我就按喇叭提示，
然后他就往旁边开。接下来就是第二台车过来之后，他就跟我讲说，叫我说下车下车。然后想说，因为他们都带很多给息，就枪支，然后一些棍棒之类的，我想说他应该就感觉就像是坏人，然后我就赶快等到绿灯之后，再从他们的车头前面旁边切过去，然后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旁边后面才知道是侦防车，然后从我的车身然后撞下去，转了一圈之后，就马上很多人冲过来，冲过来之后，然后就一样是叫我下车，然后拿棍棒击破我的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可以听到当时民众对于当天的情况是非常的惊慌害怕，也觉得警方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突然抓人。对此呢，刑事局也感到非常的抱歉，之后呢也会想办法来弥补当事民众。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最新状况，主播。另外，其他消息方面，台南有一个69岁老先生哦，伊家己一人出去外口，好亲像是因为身体无爽快，雄所来绊倒，所以呢，伊就无喘气，嘛无心跳。离抢救的现场一困难是有10个救护人员拢活过哦。原来呢，这个意外就发生在消防分队头前，迄一天拄好是队员大家拢有代志要转去队部，听到讲有紧急的案件，3步做2步走，冲到现场哦，包括着3个高级救护技术员、6个中级救护的技术员，也有护理师。工拢走过去，老先生送病院了后恢复心跳的功能，民众就学了讲，真正是一个超强的救护团队。一个乌里送昏倒一个大马路，至2分钟了后，方发现开始有人赶来，1个、2个、3个，愈来是愈侪，全部拢是专业的救护人员。就在电梯。救人是真紧急。救护团队拢总围伫咧即个乌日送身躯边，有人斗相共 CPR， 有人准备要电击，分工合作要来将人送去哩救护车。因为刚好是我们分队在填休，所以很多上班以及那个放假同仁都在分队。原来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消防分队头前，迄一天69岁乌日送牵着抗命车来经过，雄昏倒一个大马路，对面的消防队有人发现情形毋对，拢赶紧走过来斗相共，拄好拄到同事拢在补班，所有人拢伫咧算的现场，都有3名高级的救护员、6名中级的救护员，也有护理师，全部的人拢总伫咧。我们对面的39化兵群也有派那个弟兄出来协助交管。要说他到医院之后有恢复自主的心肺功能，我们其实大家都觉得还蛮振奋的。连伫边的阿兵哥嘛来斗相共做交通的管理，对上补班，互所有的人拢集合做伙。拄到这种状况，大家想的拢是要来救人。这名乌日送红送病院治疗，已经来恢复心肺的功能，互这摆救人的行动特别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出国去佚佗，往往咱会想讲要找一寡纪念品。不过法国有一对男女朋友哦，进前到意大利的沙丁尼亚岛度假，煞偷偷将白沙呢炸离开这个海坪，也个一捆呢第14支这杆啊，拢总是40公斤。好哩加在当地这个海关人员即时发现，将2个人抓起来，即马呢因可能上当，会去互人关6年。清凉蓝色的海水。白色的沙坡，一个意大利萨丁尼亚岛是真侪人心目中度假的好所在，只是想袂到，这么美丽的风景会互人起贪心。Well, Italian customs officials in Sardinia have arrested the French couple after they found 40 kilograms of sand crammed into plastic bottles in their car. 法国这对男女朋友看到白沙伤水，一时啊就装了甜甜的14罐，40公斤，想要炸转去厝做纪念。但是当地有规定，袂当将白沙、石头也是螺壳来提走，若无会以加重的差额罪来移送法办。2个人事后有解说，唔知影会违法。不过当地警方无要接受，因为海报顶悬有真侪告示牌啊，无可能无看到。This government official explains the legislation, saying the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that we can leave to the next generations.
如今，这对男女朋友可能会被判1年到6年的有期徒刑，甲3000块的后援，差不多台票104000块的罚款，真正是小贪软鸡蛋。其实当地出现偷摕刷，已经唔是头一摆。With close to 3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stealing the white sand remains a long-standing problem. Customs officers have already seized 400 pounds this summer. 为着要提醒观光客的环保意识，当地政府有来成立名册，要来分享海保的情形。希望大家共心，守护生态环境。若是有机会来当地佚佗，嘛提醒大家千万唔好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昆阿市有一个36岁查某总破西，叫做玛丽夏，伊按16号开始连续煮食，一直到19号，拢总是75点钟，煮400外盘的菜，也正做历史上第一位拍破这项金氏纪录的查某总破西。玛丽夏伫这75点钟内，平均每12点钟敢若休困30分钟，长时间维持共一个姿势哦，互伊是安尼腰酸背痛。不过呢，会当拍破到这项纪录，嘛互伊感觉讲这一切拢有价值咯。这名昆亚36岁查某刀子玛丽哈，虽然看起来真忝，但是伊欢喜甲哭出来，因为按16号，伊就开始煮食，一直到19号，连续煮菜75点钟，摕到上长连续煮菜金氏世界纪录。It's possible to fight for your dream, and I'm feeling so happy being the first female in Africa as a continent. 玛丽哈伫75点钟内底煮出400外出菜，包括昆雅的特色料理甲外国料理。若伊的招牌手路菜是韩国的烘鸡肉。伫这75点钟内底，玛丽哈平均每12点钟敢若休困30分钟，长时间用同一个姿势徛着，互伊腰酸背痛。不过辛苦总算是有代价，伊破了美国刀子龙普金68点钟的纪录，同时阁是头一个查某刀子摕到这个纪录。I am very proud of my mom because I can say yes, this is Chef Malia Islam, my mother, who broke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不过玛丽哈摕到金氏纪录的过程并不是真顺利，伊去年就捌来申请要参加。却因为财务的问题来停止，即马伊当咧等金氏纪录官方来颁正式的通知，嘛决定要甲75点钟内底煮出来400外出菜，转送去昆雅当地孤儿院，要将这料理送予有需要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恁敢想会到世纪婚礼是虾米款的型呢？最近中国有一个伫咧网络顶头真红的新巴，伊就开新台票3亿1千万，伫咧北京的这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举办着婚礼。伊又搁请中国、香港、台湾3个所在即马当红的歌星来唱歌，包括着王力宏、邓紫棋、张碧芝、成龙拢出席参加，现场是安尼金光闪闪。不过，上互人意外的是讲，这个新巴因真热用这个网络来行销，婚礼了后又搁开直播卖物件，反倒转来又搁加赚新台票1亿3千万。中国、香港、台湾3地歌手轮流就台，现场拢是大牌。不过这不是跨年的演唱会，这是中国网络明星辛巴新友记的婚礼。一开人民票5000万，超台票2亿2000万，请42个大明星来唱歌。然后王力宏、邓紫棋、张碧芝甲成龙嘛拢有请来。然后大明星婚礼场面嘛真大，辛巴看介意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甲做这个所在开销算入去，婚礼拢总开人民票7000万，超过台票3亿1千万。婚礼结束了后，伊阁开台票400多万，甲夜店包落来，互亲戚朋友开 party。最令人惊讶的是，演唱会之后，辛巴开直播卖东西，2个多小时的直播营业额便超过1亿，不仅把举办婚礼花的7000万赚了回来，还纯赚3000万。辛巴的这场婚礼无收门票，不过伊真够用网络来行销，透过直播卖产品、抢话题，尾也颠倒可以赚台票1亿3千万。虽网有人批评辛巴爱封神，不过嘛是爱承认，已经掌握到伫网络顶的赚钱的美角啊。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江西武原线的古早村庄建筑是有伊家己的风格。当地真有名的风景区最近是出现着一栋铺伫半空中的厝，四面壁拢是断做两阶，顶下分开，看过去好亲像是伫咧变魔术共款，飘伫半空中。这个特别设计马上伫咧网络内抢红起来，好真侪游客拢讲想要去看卖咧。 2009年迪士尼3D 网加电影《天外奇迹》，一间厝放5花10色的鸡龟仔飞起伫天顶。现实生活内底，想要无可能互的力量，互厝飞起来是真困难的。不过，伫江西所一栋厝，远远看过去，就亲像飞伫半空中共款，互人感觉真神奇。走来这边，然后往后一看，啊，没想到它居然整个都是空的，就觉得特别神奇。因为你看它。 居然能支撑起这么一间房子，就是在以前啊，我都是没有看到过的。这间厝是江西武原一个真特别的建筑，长度甲宽度拢是6公尺，用1个多月时间就起好。门、窗啊，甲四面壁拢分作顶面甲下面，中央无相接。有的猜测呢，它是不是违反了那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另外一些呢，就觉得它周围可能是安了一些透明的玻璃，那其实都不是啊。 它还是根据一个力学的原理来营造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悬浮的效果。凤岭是一个徽派建筑的博物馆，内底有各种顶下颠倒、起甲斜顶顶的特别的建筑。这栋铺伫半空中的厝，嘛是全世界敢若只有的特别的建筑物。其实呢，也还是有一点点玄机在里面的。我们有一个比较隐蔽的支撑点，把它做成像我们农家烟囱一样的形状，不易被察觉。 真神奇的设计，请真侪游客来这开眼界，嘛或者变做翕相拍卡真兴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吉林城金伫被翕到甲吉林阿雄有无正常的关系了后，引起着外界批评，演艺事业嘛全部停止。不过阿雄伫前几天已经正式来复工。21号呢，城金嘛伫咧比70外天了后，第一开来召开着这。 道歉的记者会，伊除了向外界来回释咧，讲伊家己做了唔对的示范以外，嘛向阿雄甲阿雄的太太来回释咧。不过呢，被问到讲为什么要向阿雄来回释的时阵，伊强调讲，因为阿雄嘛是受到牵连咯，所以讲阿雄讲无需要搁再联络是对的选择。听起来好亲像是无想要伤害对方。郑重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真的非常的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伫镜头后前回室内，虽然说讲3届真歹势，比起来70外天，社兴总算出来啊。我们就是犯了错，然后我真的对 Grace 感到很抱歉，我真的感到。 非常的愧疚。甲阿雄的感情，互人逼出来了后，社兴头一届正式对外说明，强调是要冷静落来，唔是要比。佮一直甲阿雄的某 Grace 回息咧，讲甲闹更甜，唔过无流目屎。为什么要跟阿翔道歉？因为他也同样受到牵连。我觉得我们都付出了代价。 社兴家己出来面对媒体，嘛强调甲阿雄已经无咧联络啊，不过看得出来伊也是咧维护阿雄。非常感谢我最深爱的老婆，然后她这么的努力，这么样子的陪伴，我们持续的朝着幸福家庭的路来迈进。他的说法是合理的，毕竟这样子对大家都好，就算被切割，我觉得。 他的选择都是对的。面对阿雄要甲伊撮合你，社兴讲未来佫需要时间，互伊佫一届相信爱情。过去的师兄妹因为感情的代志了风波，即马拢出来说明回息咧，若要甲名声救回来，可能嘛拢真希望代志赶紧过去，互演艺事业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冒险带囡仔驶火车或者代替的驾驶舱，煞变做是囡仔佚佗的所在。顺利先行广告了后，报互您知。 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到底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被他踩在脚。住下来！那快去找一下。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道理案的主谋。
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我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好可爱，太可爱了！它是让北果楼人气爆红的一个关键甜点。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3, 2, 1, 0.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有民众讲，台铁有一个查某火车长哦，唔那偷偷带囡仔来做工课，也佮互囡仔咧伫个火车即驾驶舱内底，又佮佚佗即佚佗物仔，又佮掠即个警示纸，无顾虑到行车安全。即款话呢一出来嘛，引起着讨论哦。有一个家己讲伊是火车长，伊的翁婿的网友就讲，伊的太太为着无爱互伊看囡仔，也佮无爱互囡仔去安亲班，整个事件好亲像是演变做家庭的纠纷。台铁就回应讲，即对爸母拢是台铁的员工。迄一天呢，是将囡仔呢安搭伫个火车长休困的所在，有甲伊讲袂使黑白耍，嘛袂使来乱叮当仪器，也已经将即个违规的查某火车长记过处分。查甫囡仔手会耍佚佗物仔，斟酌甲看，伊毋是伫厝的，也是安亲班，伊是伫火车的驾驶舱内底，伊佫甲伊的佚佗物仔放伫操作的面板顶的耍。边仔地饼甲水的管仔顶的，嘛拢有搭代替安全标语的搭纸，代替的驾驶舱变做互囡仔耍的所在。这个画面拢互民众翕落来，抛起咧网络。文章内底佫写，有查某的车长利用这幕带囡仔直勤，囡仔黑白了搭纸嘛无咧管，无顾行车甲设备漂失的安全。文章一个抛出来引起讨论。有时候还是会难免会乱动啦，怕小孩子会去动到什么开关啊，或者是按了什么按钮。那这样的话，万一如果出事情的话，那是谁的错？因为他在那边上班嘛，那不然就是要把小孩子安排到另外比较安全的地方啦，不要在那个地方玩游戏。民众拢讲有够含的，其实台铁有规定员工为着安全，袂当带囡仔去上班的所在。查某车长毋若行为受到质疑，佮方便讲，这敢若是台铁员工的家庭纠纷。一个讲家己是查某车长的翁的网友，伫文章的下骹留言讲，安亲班的钱本人拢交啊，毋过有人无爱互囡仔好好上课，佮想要甲安亲班摕钱领走，上班的时阵就甲囡仔接走，已经有找司法救济到3天啊。文章指控这个查某车长可能无想要互因翁看到囡仔，才会带去上班。他是带到车长休息室休息，有规定，就是说，我们乘务当中的话，就这种工作当中不能带小孩。代志发生了后，查某车长违规，尾啊，互人记一个大过。记者综合报道。下面是一个上新的消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这个局长哦，下载呢是率领着因的地方议员做伙90多人，要来拜访着高雄市长韩国瑜。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状况。我想，这不是特别的行程，是排定的行程，因为这牵扯到我们官员的家长告别式，一大早就在郊区，所以我一大早就要赶过去。那连跑了2个郊区，大家都知道高雄非常的大。所以赶过来，时间上有一点点耽搁。重点，
已经跟日方的朋友先报告过了。我想这个问题应该能够获得日本参访团的理解跟谅解，好不好？昨天是不是已经有交流了？晚上有交流饭局了，是不是？那喝酒昨天你说什么？美方跟日方跟您接连这样见面，是不是有代表特别的意义？美方跟日方连续来高雄，我相信是对高雄的重视，可能也是对我韩国瑜个人的重视，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理解。那这一次日方大概有90位参访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中央级的议员跟地方的议员。那这个是对未来日本跟台湾的青年交流非常的重要。这次是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亲自带队，特别他也提供了说，他特别提出来，未来他希望从日本这边请更多的学生来台湾学习中文，来台湾来学习一些其他的跟台湾的青年有交流的机会。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欢迎，也希望他能够回去之后能推动类似的计划。但是我个人提出来，因为日本冬天非常冷，所以拍电影跟电视剧的时候，欢迎来高雄、南台湾来拍摄电影电视。另外，日本职业棒球啊、职业的运动比赛也非常蓬勃发展。那这些选手在冬天要训练，不一定要送到夏威夷，因为夏威夷物价可能比较贵，欢迎送到台湾，尤其是南部，尤其是高雄。那这里的相对物价比较便宜，而且天气一样是非常的好。那职业的运动还有文创方面、电影电视方面，我们都希望在冬天能够跟日本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昨天在那个美台商会演讲的时候，是不是有呛民进党意识形态制？我们有做了一些报告，这里面有非常多，包括5缺6失啊，包括意识形态的治国。事实上，这3年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执政并没有让台湾人民更快乐、更富裕。事实上，很多台湾人民现在过得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情况，我在美国商会做了我自己的观察，跟美国商会企业家交换了意见。那其中之一，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治国这一点，我也有直接把它提出来、凸显出来，好吧？谢谢。侯友宜说核四是假议题。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到底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跟他踩在脚。住手！那快去找一下。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到底案的主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我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好可爱，太可爱了，好萌哦！它是让北果楼人气爆红的一个关键甜点。它的内馅超滑顺。我是警察。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手路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基隆哦。每一年都会吸引真侪人的基隆青神码头海产比如节进入第4年了。今年呢，将要在8月31号来举办，现场也会准备真侪海产料理，就是要让大朋友、小朋友会当配海风，嘛会当食了真欢喜。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到底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跟他踩在脚。住手！那快去找一下。我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到底案的主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我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好可爱，太可爱了，好萌哦！它是让北果楼人气爆红的一个关键甜点。
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两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啊，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你？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浩伟跟角度刻度里面一人肉体组的长。三眼你，我不要散了，我不要玩了，他刚刚醒过来，还是他刚刚醒过来，对，昨天晚间8点，综艺三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是咱大咧心肝影的杨丽花，这是咱每日少年的杨丽花，这嘛是咱历史夜梦的杨丽花。食饭配歌戏的时间又过来了，后尾咱16年以后精心制作的好戏，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敬请期待。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王小弟继直剧场后，全新戏剧突破，真实案件改编，双线故事，跨国合作，平行开展，交错解谜。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好可爱，太可爱了，好萌哦！它是让北果楼人气爆红的一个关键甜点。它的内馅超滑顺。我是警察！你们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两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啊，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你？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回不去了，这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你没有深入到底去找一个证明你是清白的？你去跑那个银行有什么影响？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起来！你们永远都找不到皮卡的，你永远都会被他踩在脚。住手！那快去找一下。
发誓，我一定会找出那个到离岸的主谋。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史上最强鲑鱼卵冻饭，再多加点鲑鱼卵。超人气的动物就是北极熊，好可爱，太可爱了，好萌哦！它是让北果楼人气爆棚的一个关键甜点。它的内馅超滑顺。我是警察。你真是一群白痴！不要再联络了，那两个鬼，你还跟他联络干嘛？我可以等，观众可以等吗？拿了那么多钱，你干嘛还这么辛苦卖鸡饭呢？闭嘴呀，八婆！这50多岁了，我拿什么还给你？我对不起。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用指定的部位传接水，瞬间达到指定刻度的队伍即可过关。赵伟哥的脚受车祸，里面是1.6公里处的长。谁呀？你啊！我不要散播了，我不要玩了。他刚刚洗过脚还是洗脚？他刚刚洗过脚，对。周六晚间8点，特意3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其实我觉得每一代都会有每一代的一个任务啦。我们可能要有创新的想法，但是我们要把这味道再传递下去给其他的消费者。我们主要用意除了卖面线之外，也希望真的是让这个地方繁荣起来，大家好，商圈才会好。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阿根廷在第2城市举行年度探戈国际锦标赛，今年呢有一位高龄已经99岁、参加过2战的老兵加入竞争的行列。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看嘛咧。我是谢碧玲，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者请继续收看台视中道新闻，再会。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